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12月11日，耶稣说：“你们明白吗？”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13章的第12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外衣，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问门徒们：“我刚才替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约翰派伯牧师建议必须要每天读圣经。他提出10个观点中的第一个，他这样说：圣经中看见拯救正进行，拯救正进行着哦，不是过去式，不是现在式而已，更是持续一直在进行着。所以我们每一天来读神的圣话语记载在圣经里，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特别是在接下来有10天的当中，约翰福音其实就是一个耶稣直接对我们说话，或者是跟我们一问一答之间，使我们真知道，哇，我们很需要这一位拯救主。我们来看看今天耶稣他说这一段话的原因，跟我们的被他拯救以及每一天我们经历他的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是约翰他这一位作者，他怎么样子带领我们又回到耶稣他所做过最后所过的在世的时候最后一个逾越节。那时候耶稣他明白自己离受难的日子近了，于是他就把门徒都召集起来，并且以身作则，向他们示范了最谦卑无私的爱。那么何以这样无私的爱让我们此时此刻是要学习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到在当时候的社会背景，他们所居住的环境以及他们的礼仪中，我们可以知道洗脚其实是一个他们在用餐之前必须要做的。平常负责为主人洗脚的其实都是阶级最低微的仆人。那么何以耶稣他自己要这样来示范呢？还有洗脚跟我们什么关系呢？此时此刻在台湾，在此时的现在，我们还需要洗脚吗？我想是这样子的。圣经给我们看，我们不只是看它字面上的意思，我想这是我们要每天读圣经心里要很清楚的。或许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有时候会忘掉我们等一下就会知道彼得他怎么回应说怎么回应主是那个字面上的意思呢？我们来看这段洗脚的话。这段洗脚的话其实它是有这个真正的这个要我们学习的那个精义不只是这个它表面上的意思而已。那我们来看他们的对话当中，我们就知道主为门徒洗脚，他最主要的用意是什么？不是只有要他们感动而已，不是这样而已。他的动机原因，除了他是完全的爱，而且爱一个人爱到底爱到脚底是爱到脚底。那么他要他的学生也要跟从他到底，因为跟随他到底的人就是要得胜。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回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这个就
就说出了他这个行动里面所说的，他完全的得胜。离席就是他已经离开了，在这地上，他知道这一天就是他要完成他为了上十字架而出生而完成。只要上了十字架，神天父在他身上那完全掌权，而他也完全的得胜。他为了赢得这场的这个胜利，他将人性带到父面前，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所受的这个痛苦也是完全的，完完全全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他已经得胜。他是一个完全有能力，但他却完全也愿意服服顺服。那么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要跟神有份，就在于这一位神他所示范的，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做，我们才会跟他有份。否则我们若不让神洗呢，他跟我们是无份的。无份呢，不就是不是就是得着了这个永生来讲而已，而是说我们无份于主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表明的爱。我们无份于我们借着这件事情叫这些门徒都得主属天这个能力，这无份这些那就太可惜了。而是我们要也跟着这样被主洗脚以后，彼此洗脚以后，我们呢再下去，再去对身边的人也来洗脚。所以我们亲爱的大家，我们如果看到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其中呢很可爱的我们的这个前辈呀，怎么说呢？他的门徒说耶稣呢洗完他的脚，这个坐下来的时候告诉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没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来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教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段谈话是主洗完门徒的脚，穿上衣服之后说的话。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明白吗？我们明白耶稣接下来问他的，我向你们所做，你们明白吗？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你们明白吗？我们明白洗脚的意义吗？是什么呢？主说，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替你们洗脚。所以我们就要学着做。主既然这样做，我们没有比主高尚的，没有，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就跟着做吧。没有说时代不一样，那个精神还是要。所以说你们既然知道，就去做就对了。那我们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不做我们就没有机会。当然洗脚的意义是我们在爱和生命里面的一个服事，借着这样的服事，叫我们的灵会得更新，疲倦得以恢复，力量可以得以重新复原的。因为在当时候巴勒斯坦那个地区不像现在都是水泥地柏油地、高速公路不是，那都是黄土沙地，走路他们是穿凉鞋，所以在外面走一圈脚都脏了。所以主说，就算你洗澡了，还是要洗脚，因为从世界走一圈回来，脚还是会有灰尘，脚一洗全身就干净，就是这个属灵上的意义。我们的身体因着神为我们死，
我们像洗澡一样已经得救，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得赦免，得了永生。这是一次的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当我们在这世上经过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责任我们可能是要上班啊，带孩子，办公室啊，或者是各种大大小小这个家庭的决定的事情，社会上的事。我们走一圈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好像有些事情是懊悔我们做错的，甚至我们会觉得灵里很疲倦，喜乐不起来，脚不断的下沉。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到神的面前，恳求神借着洗脚再次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我们也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洗脚，让这世界上的灰尘沾染了我们都可以得到更新。主是我们的榜样，主在我们里面每一天都更新我们。我们要彼此来相扶，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只是知道主所说洗脚的字面的意义，我们更知道那经文里面的经义是什么。我们可千万不要像门徒说的这个你要不要连我全身都帮我洗？这真的是太可爱了啊！我们读的经文不要只有读字面。神说的你明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吗？我们的主可能知道我们不一定明白，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其实有说了好多次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主知道，但他要我们能够明白，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来默想，就是耶稣说了也示范了，门徒们何以不明白？耶稣对犹大及他们说的话给我的提醒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知道我们被你拯救之后，我们天天过的日子就在这世上走一回。我们每次回到主你里面，我们就要说，主啊，我若有得罪你，求你赦免，得罪人的你也光照我可以去跟人家道歉，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因为主你再再的提醒我们，我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主，我们不是只有脑中的明白，我们要更是从我们心里，我们更是要从我们实际去做主你所做的，替人洗脚，蹲下来做跟主你一样的事情，不容易，但主你与我们一起努力。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我们今天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也去行出来哦。我们明天见。